嘉义阿里山的茶米今年产值超过70亿，受疫情影响，今年台湾茶销量按算会衰退3-4成。而且国际疫情也未转好，外国游客无法度来台湾，台湾茶销不落，所以即马地方政府特别举办博览会，要斗推杀。每看茶艺师泡茶的手路，现场民众可注足。嘉义县中埔乡举办嘉义博茶会，除了绍介阿里山地区的茶米，这摆佫增加咖啡的产业，希望替农民斗推广。配合的日本客人，他有进来的话，他一次大概就是会下单大概100-200公斤，但是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他没有办法进来，他没有办法看到他要的东西。那今年的量大概就只剩下几十公斤。从中秋节以后就没有下雨，产量它没有雨水，它生长就会比较慢，它叶子会比较小，所以它的量会没有像正常叶脉那么大，所以产量会萎缩掉。台湾产茶量去年拢总有14000多吨，其中有7成外销。目前国际疫情也未转好，地方政府透过举办活动，希望刺激民众消费。他今年动线规划得很好，而且活动的品相也更仔细，茶都很好喝，我们刚也买了。去年有来过，那今年再来，你觉得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更舒服啊，更顺畅。今年博茶会内底有在地10多间咖啡豆仔业者，阁有来自梅山、竹家、环路、阿里山乡拢总30几间茶厂做伙参加。茶农表示，今年当茶虽然量较少，但是叶仔较幼，品质程度较好。希望活动落尾这几天会用继续有好的销量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